開始之前，簡單聲明，本影片只係個人觀點分享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萬眾矚目嘅 SpaceX 已經正式向 SEC 遞交招股書，定價135美元，總估值高達1.75萬億，即將歷史性上市。當出面所有人淨係盲目關注點樣抽新股或者短線炒作嘅時候，我今日要帶你睇清一個 99% 人都忽略嘅資金真相。Elon Musk 今次集資高達750億美金，實際上正式開啟咗一個前所未有太空 AI 新板塊。當咁大筆資金全面移位嘅時候，到底對你手頭上揸緊嘅 M7 科技巨頭，以及今年升幅最強勢嘅儲存股 MU 同 SanDisk， 究竟有咩巨大影響？今日我會用最快速度幫你徹底拆解3個華爾街套現時期，話你知背後真正嘅操盤邏輯。大家好，我係 Fundman 101，我係 Microsoft 同亞馬遜做咗25年工程師，對於科技行業嘅 business model 有深厚嘅理解。我會用我對科技同商業模式嘅專業分析，幫大家建立一套穩健嘅長線系統，揾出真正有價值嘅投資機會。而面對今次史上最大規模嘅招股，大家首先要認清一個華爾街嘅現實，邊個都冇特權，即使係頂級基金經理都要喺招股期內調配資金。華爾街嘅骨牌效應好簡單，機構基金經理其實同散戶一樣，手頭上嘅現金都係有限嘅。當佢哋獲派一筆咁巨額嘅 SpaceX 股份，要準備交錢嘅時候，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將手頭上現有嘅持倉套現。雖然佢哋會順便清走手頭上跑輸大市嘅弱勢股嚟套現，但單靠賣呢啲落後股，根本填補唔到今次幾百億美金嘅資金缺口。正正因為咁，今年累積升幅最大、流動性最好嘅股票，就自然成為基金經理優先套現嘅對象。當中包括 MU、SanDisk、NVIDIA、Apple 等熱門科技股，未必每一隻都會被大幅減倉，但作為整體板塊而言，獲利回吐同套現壓力好大機會會明顯增加。根據我對大型機構資金流向嘅追蹤，呢個太空 AI 新板塊對現有科技股嘅衝擊，主要可以分做3個主要嘅華爾街套現階段。第一個階段，5月11日到5月15日，機構內部調倉期，呢個係萬億級別嘅大機構私底下秘密調倉嘅階段。例如 Fidelity 同 BlackRock 呢啲機構巨頭，一收到承銷商嘅招股意向通知，就開始默默地利用暗盤交易同大宗交易去調整持倉。當時 Apple 逆市被推高，但 Meta 大跌咗10%，而高位嘅 NVIDIA 同埋儲存股 MU SanDisk 更加跌咗超過1成。呢個就係最早資金配置大洗牌嘅信號。第二個階段，6月8日到6月15日，基金經理公開市場套現期，波動係最大。主動型基金為咗鎖定 SpaceX 嘅大手認購，同埋準備俾錢買入 SpaceX， 需要直接喺公開市場套現部分持倉。儲存板塊 SanDisk MU 屬於最高風險板塊，因為啱啱賺咗好多利潤，預計機構會大刀闊斧咁沽貨套現，直接引致呢個板塊嘅股價由高位大幅回吐1成到1成半來買入 SpaceX。Apple 同埋 NVIDIA 作為全市場流動性最高、成交量最大嘅地方，大戶大單沽貨相對容易，所以亦會面對比較明顯嘅資金面調整。Microsoft 同埋 Meta
過去6個月已經經歷咗大幅嘅去槓桿，手頭上嘅短期投機盤一早震走晒，持倉結構相對穩定，所以回調嘅幅度亦會相對輕好多。第3個階段，7月6日，被動型 ETF 倉位調整期，電腦程式自動執行，市場普遍預期 SpaceX 最快機會喺 IPO 後約15個交易日內被納入 Nasdaq 100，到時 QQQ 呢啲被動型 ETF 嘅電腦程式就會完全根據新權重自動計數，按市值比例去縮減其餘99隻成分股，自動喺收市之前騰出資金去買入 SpaceX。呢類被動資金調整有機會令部分大型科技股喺短期內出現額外賣壓。大家要留意，大機構為咗買股籌錢買 SpaceX， 市場嘅波動會非常之大。如果散戶手頭上有晒呢啲嘅股價嘅支持位同阻力位，就可以建立一套屬於自己嘅交易策略，喺市場變局入面穩中求勝。我已經根據5月份第一個階段嘅機構內部調倉期嘅股價走勢，幫大家畫好晒 M7 科技股，特別係美光同 SanDisk 嘅最重要嘅支持位，並提供每隻股票嘅相對套現風險評級、減倉嘅規模以及背後嘅核心原因。我將呢啲所有資料全部擺晒入去呢份獨家嘅 SpaceX 上市 M7 同儲存股大戶減倉攻略嘅 PDF 入面。想攞呢份 PDF 嘅朋友，請即刻 scan 畫面上呢個 QR code， 加入我嘅 WhatsApp 群組，入面去睇翻群組資訊 Group Info 就可以直接下載。如果你想更進一步，由我單對單帶住你去建立長線計劃，歡迎隨時喺 WhatsApp 私信聯絡我。最後記得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 Fundman 101，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哋群組見。